嗱，3分鐘3個餸，9個9銀錢，搞掂啊！一人都可以創業。如果大家有興趣，記住留意我個頻道啦。9個9銀錢一個餐，非常適合一般一人一機創業。記住留意我嘅頻道啦。嗱，9個9銀錢出一個餐，真唔真啊？嗱，而家我就馬上做俾大家睇。嗱，你而家睇到啦，我已經開始做緊噶啦，3個餐都做出嚟啦。呢個係排骨，跟住另外一個係雞中翼，椒鹽雞中翼。第三個就係龍蝦、大蝦意粉，非常好味。大家睇到台面，我幾個餸都全部做好晒噶啦。嗱，大家睇清楚，3個餸，排骨黑椒雞翼、雞中翼，另外就係 lobster 大蝦同埋意粉。3分鐘3個餸都唔使9個9，非常適合一般做生意開展食物嘅人。有意創業嘅投資者，記得同我聯絡，我嘅電話係604-250-8283 ，WeChat Stephen Ken 0303，記住啦，點讚留言分享，多謝大家。